过年底要到啊，今年拄好撞到开放美国有300种的猪肉停好进口。猪农也烦恼讲介绍会崩盘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，因为往年啊国内猪肉的需求量变济，即阵啊10公斤的猪肉拢是伫咧70外块左右。不过有的猪农是看长无看底，认为政府着爱有对策来照顾一寡饲猪的业者。剁肉、款料，猪店头家无用试试，也互阮看猪皮身上有印产地印啊，就望人客放心，这绝对是国产猪。X 指云林虎尾，这个 A 代表1月18号。随着要过年啊，永年猪价拢会起淡薄啊。不过拄好因为内地开放，国内猪价敢有啥物波动？差不多吧，一家拢差不多嘞。需求量有变比较多吗？多个1-2成吧。根据农委会资料，这6年过年前的猪价差不多1公斤780块。猪农讲这是正常的现象。5日坐到中原坐迄波，猪因为天气热，胃口较歹，较袂大，出袂赴卖，价少起超过80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也表示，今年龙鱼猪的产量拢稳定，今年猪价起的幅度伫咧合理的范围内。过年期间的需求很强劲，很多的业者买来去做香肠、火腿、腊肉，所以需求有增加。目前来讲，都是在每公斤70几块，都是一个合理的波动。航运的问题的话，是刚好是疫情关系，所以造成这2个月价格比较高，不然正常在冬天11、12甚至到1月，价格是比较低迷的。但是因为是货运的问题，造成价格高，这个其实有点小小的假象。过去伫咧讨论敢要开放内地，猪农上烦恼的是猪价会崩盘。短期看起来也无发生，不过猪农晓期，准若绩效未受到影响，为怎样农委会要伫咧开放以后，花出用100亿基金保证收入来的猪价呢？到底未来猪价会有啥物款的变化，就搁爱长时间观察。记者阿敏、金田玉水台北报道。